台南市东区南天府自民国72年起办理元宵约定的活动，举办38档以来，是南天府信众上期待的活动之一。但今年因为受到肺炎疫情的影响，庙方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决定将今年元宵约定的活动停办。不过，点灯祈福的活动也是会持续按照往例，邀请地方首长担任点灯官，为国家祈求天灾远离、人民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的元宵呢，今年对外的点卖、食这个毛菜、歌笑种种的，遐拢停办啦吼。但是为着这个疫情呢，咱嘛是要延续着点灯祈福，因为这点灯祈福，咱南天府到即摆已经23年啊吼，所以这真重要。尤其这个今年的这个疫情啊，所以咱呢，这个要来点灯祈福。嘛要请市长来做点灯官，重要就是要祈福这个天灾远离、瘟疫拒消吼，就是这个疫情紧好离开，互咱呢这个所有的百姓大家当安居乐业，殊荣工商拢会当愿心利真吼。这个祈求这点灯祈福的意义伫遮真重要啦吼。疫情期间来到庙内参拜，庙方嘛做好万全的准备，就咧安排量体温、酒精消毒，甚至阁有亚克力隔板等防疫措施。以后疫情呢来遮庙里要来参加祭改，拢即个戴口罩吼，搁即个量体温，用实名制啦吼，互即个所有的信众会当来南天府呢，会当真安全吼，来配合政府的即个政策吼，所以委员会呢，有也真重视即个代志吼，嘛欢迎大家。这个来南天府咱的天公作者来这个祈求天公南天府新的公呢来给咱庇佑。今年的点灯祈福大典将伫咧国历2月25暗时9点，伫台南市东区南天府举办。庙方欢迎信众来现场观礼，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疫保护，挂嘴安，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共同来对抗疫情。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